你有冇試過明明啱啱食完飯，隔冇耐個肚又開始肚餓，或者你已經好努力忍口，計住卡路里，又去做運動，但體重都係冇變過，甚至仲升咗。如果你有咁嘅情況，唔好怪自己冇意志力。今日同你哋講嘅呢本書叫做《總覺得餓》，作者係一位醫生，佢提出一個同你想象中完全相反嘅觀點。傳統嘅減肥方法可能由一開始就錯咗，佢唔係叫你計卡路里，亦都唔係叫你捱餓，相反，佢會解釋俾你聽，點解你越忍口，身體就越同你作對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moon，係一位營養師。我每星期會用廣東話同你講一本健康同身心靈好書，唔使自己死啃，等我用聲音陪住你。訂閱我，一齊越聽越健康。跟住落嚟，我會將呢本書嘅核心拆解成3個階段，話你知點樣重新訓練你嘅脂肪細胞，令你唔使再同食慾搏鬥。好多人以為我哋之所以會肥，係因為食得太多又喐得太少，呢個講法聽落好合理。而作者話俾我哋知，呢個可能係現代營養學最大嘅誤解。佢指出，我哋唔會因為身體有太多卡路里而變肥，真正嘅原因係你嘅器官同細胞得唔到足夠嘅營養。當你食嘅嘢冇營養，你嘅身體就會持續發出餓嘅信號，逼你繼續食，直到補充夠營養為止。如果你為咗減肥而刻意食少啲，而食嘅嘢依然冇營養，你嘅身體只會覺得你喺饑荒之中，於是佢會降低你嘅新陳代謝，同時放大你嘅飢餓感。結果就係你越忍，身體就越同你作對，最後體重仲會反彈得比以前更勁。咁到底係咩原因搞到我哋嘅細胞長期營養不良？答案係一個好關鍵嘅荷爾蒙，叫做胰島素。你先幻想下，你食咗一碗白飯或者一個麵包，呢啲精製碳水化合物會好快變成大量嘅糖分湧入血液。為咗處理呢啲突然爆升嘅血糖，你嘅胰臟就要緊急分泌大量嘅胰島素。胰島素嘅工作就係將血液入面嘅糖分塞入你嘅細胞，包括脂肪細胞。脂肪細胞收到命令，就會將呢啲多餘嘅糖分變做脂肪儲存起嚟。呢個機制本身冇問題，問題係當你成日都食呢類高碳水化合物，你嘅胰島素水平就會長期維持喺一個好高嘅狀態。高胰島素水平會帶嚟2個嚴重後果。第一，佢會鎖住你嘅脂肪細胞，令佢哋唔會輕易釋放儲存嘅能量。你身體想用翻自己嘅脂肪做燃料，唔得，因為胰島素話要繼續儲。第二，當呢股糖分被快速清理之後，你嘅血糖水平會急速回落，甚至低過正常線。你嘅大腦會將呢個情況解讀為緊急狀態，以為你就嚟餓死，於是瘋狂發出肚餓信號，叫你即刻再食嘢。呢個就係點解你啱啱食完飯，隔冇耐又覺得肚餓嘅原因。你唔係真係需要能量，而係你嘅荷爾蒙被推冧咗。你食嘅碳水化合物反而令你更加想食嘢。如果你以為將高碳水化合物嘅食物換成低脂或者零脂肪嘅加工食品，就解決到問題，作者話你知，情況可能仲衰，因為大部分低脂食品為咗好味，會加入大量嘅糖或者精製澱粉。你以為自己食得好健康，但實際上你嘅胰島素水平一樣會被推到爆表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咁我成日聽人講要計卡路里，係咪完全冇用？作者嘅回答係：與其將焦點放喺卡路里，你更加應該放喺卡路里嘅質素。200卡路里嘅薯條同200卡路里嘅果仁對你身體嘅影響係天淵之別。除咗令你不停覺得肚餓，呢種由胰島素主導嘅飲食模式，仲會引發另一個更隱蔽嘅問題，就係慢性發炎。當你持續攝取大量精製碳水化合物，你嘅脂肪細胞會不斷被撐大。當一個脂肪細胞大得滯，佢會因為缺氧而受傷，甚至死亡。你嘅免疫系統一見到有細胞死亡，就會當正係傷口咁，
即刻發動攻擊。如果你全身有成千上萬個過度膨脹嘅脂肪細胞，你嘅免疫系統就會長時間處於作戰狀態。呢種長期嘅慢性發炎會令你嘅細胞對胰島素變得遲鈍，亦即係胰島素阻抗。胰島素阻抗出現之後，你嘅胰臟就要分泌更加多嘅胰島素，先可以勉強將血糖降低。呢個惡性循環最終會令你嘅胰臟透支，增加患上二型糖尿病嘅風險。所以你會發現，傳統嗰套減少食量、增加運動嘅減肥邏輯，之所以對好多人冇效，係因為佢完全搞錯咗戰場。你真正要對付嘅唔係卡路里，而係失控嘅胰島素。既然知道咗問題根源，咁點樣先可以扭轉局面？作者提出一個3階段嘅飲食方案，目標唔係要你捱餓，而係要重新訓練你嘅細胞，令佢哋由儲存模式切換成燃燒模式。第一個階段為期2個星期，目標係要將你身體嘅胰島素水平由高位快速咁降返落嚟。要達到呢個效果，你需要徹底戒掉所有會大量刺激胰島素嘅食物，即係所有用穀物整嘅製品，例如麵包、麵條、白飯、麥皮，所有薯仔製品，仲有所有添加咗糖嘅加工食品，包括低脂、乳酪、早餐、穀物片，都一律要暫停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驚，咁我仲有咩可以食？放心。你可以食嘅選擇其實非常之多，你需要將焦點放喺真食物上面，即係大量嘅非澱粉類蔬菜，例如西蘭花、菠菜、彩椒。蛋白質方面，你可以食魚、雞蛋、芝士同埋適量嘅肉。脂肪方面，你要主動食健康嘅脂肪，例如橄欖油、牛油果、各類果仁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，減肥竟然要食脂肪。作者解釋，因為健康脂肪唔會顯著刺激胰島素，可以俾你穩定嘅能量，同時令你有飽足感。呢個階段你嘅營養比例大概係50%脂肪、25%碳水化合物同埋25%蛋白質。等我同你分享一個書入面嘅早餐例子：2隻蛋用1茶匙橄欖油煎熟，上面灑少少辣醬同2湯匙嘅芝士碎。旁邊再配半杯希臘乳酪，加啲新鮮嘅紅桑子，咁樣一餐夠晒豐富，又唔會令你血糖大上大落。書入面強調一個重要嘅原則，你要學識信任自己嘅身體。喺呢個減肥嘅階段，唔好再為自己設定一個死嘅卡路里限額。如果你覺得未飽，就再食多啲准許嘅食物。如果你未食完，就已經覺得飽，就停手。零食係容許嘅，只要你食嘅係健康選擇，例如紅蘿蔔、甜點、hummus、醬。至於運動方面，作者有一個好反直覺嘅建議：喺減肥嘅初期階段，唔好做高強度嘅劇烈運動，因為會增加壓力，令你更加肚餓。每日散步就已經好足夠。如果你本身有健身習慣，可以暫時將強度降低1/3。當你完成咗頭2個星期，你嘅身體應該開始對胰島素變得冇咁抗拒，進入第2個階段。呢個階段嘅長短因人而異，可能係1個月，亦可能係半年。呢個階段嘅目標係要慢慢重新引入一啲健康、未經精製嘅碳水化合物。你可以開始試食一啲全穀物，例如糙米、燕麥、藜麥，或者一啲澱粉質蔬菜，例如粟米、番薯，仲有新鮮嘅水果。呢個階段，你嘅營養比例可以調整到40%脂肪、25%蛋白質同埋35%碳水化合物。作者建議一開始每星期只可以食3次呢類食物，每次份量大概半杯。仲要記住喺同一餐入面唔好同時食穀物同澱粉質蔬菜，好似南瓜、薯仔等等。你要仔細觀察身體嘅變化。如果你發現食完之後食慾又開始失控，或者個人又開始覺得攰，呢個就係一個信號，話俾你知你嘅身體仲未準備好，你需要返去第1階段。第2階段仲要開始增加運動量，
除咗每日散步之外，你可以加入半個鐘頭嘅中度運動，例如快步行、輕鬆嘅慢跑或者瑜伽。你都要對自己寬容啲。如果你有一餐食多咗或者食錯嘢，唔好責備自己，接受呢個小挫折，當佢係一個學習機會，然後繼續行返上軌道。當你喺第二階段能夠穩定咁處理適量嘅健康碳水化合物，你就可以進入最後一個階段。呢個階段嘅目標係要俾你最大嘅自由度，同時保持你身體嚟之不易嘅平衡。你可以慢慢咁重新引入一啲經過精製嘅碳水化合物，甚至係一啲你中意嘅甜品。而原則係一次一樣，唔好喺同一日又食麵包，又食意粉，又食蛋糕。每日只引入一種食物，然後仔細觀察身體嘅反應。如果冇問題，你先至再試下一樣。即使喺呢個階段，精製碳水化合物嘅份量都唔可以多。作者建議每日唔好超過2份，你嘅營養比例可以再調整到40%脂肪、40%碳水化合物同埋20%蛋白質。你要留意，當你重新引入碳水化合物嘅時候，千祈唔好攞佢哋嚟取代蛋白質或者健康脂肪。你嘅餐盤入面依然要有足夠嘅魚、蛋、牛油果、果仁同橄欖油。去到呢個階段，作者認為有一個習慣比任何嘢都重要，就係正念飲食。絕對唔好喺電視機或者電腦面前食飯，因為咁樣會令你接收唔到身體發出嘅飽足信號，好容易就會食過量。你要慢慢食，將注意力放喺食物嘅味道上面，咀嚼多啲，俾時間你嘅腸胃同大腦溝通。同時要避免喺壓力之下食飯。如果你啱啱同人嗌完交，或者趕時間趕到氣咳，最好先等個人平靜翻少少先開始食，因為壓力會令身體分泌皮質醇，令你更想食高糖高油嘅食物。學習管理壓力係呢個階段嘅關鍵。如果你覺得壓力大，出去行個圈，效果有時比起做劇烈運動更好。睇到最後，你可能會發現呢本書俾你嘅唔單止係一個餐單，而係一份同自己和好嘅許可。佢唔係要你同身體開戰，用意志力死撐，忍到就快崩潰，而係輕輕同你講，不如試下聆聽，聽下身體需要咩，俾啱佢需要嘅營養，等佢自己慢慢修復，慢慢返嚟。你唔再需要瘋狂計住卡路里，每次食嘢都有罪惡感，亦唔使再同自己嘅食慾搏鬥，搏到筋疲力竭，最後又怪自己唔夠堅持。你只需要由根源做起，穩定你嘅胰島素，重新教識你嘅脂肪細胞，等佢哋唔再一味儲存，而係識得燃燒。我知道改變真係唔容易，尤其係要放低過去幾十年嚟你一直相信嘅嗰套食少啲、喐多啲嘅觀念。呢個唔係你嘅錯，而係成個環境、成個時代一直咁樣話你知。但只要你願意，是由第一階段嘅2個星期開始，你可能會驚訝發現，原來唔使捱餓都可以全日精神穩定，原來唔使同食慾打仗都可以自然咁唔再亂食嘢。當你嘅身體終於同你企喺同一邊，嗰種感覺先係真正嘅自在，唔再係同自己內耗，而係同自己同行。嗰份健康先係真正屬於你嘅。我哋今集講到呢度，如果你對呢個方法有咩睇法，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